當你以為買咗部100萬蚊嘅全自動駕駛車就可以翹埋雙手做乘客，點知原來佢會自動幫你衝紅燈兼食牛肉乾。今次單新聞就係咁荒謬，有位車主開住 Tesla 嘅 FSD 標準模式，駕車唔夠2分鐘就自己加速到78公里，衝入限速50嘅區域，即刻俾對頭車嘅警察用鐳射槍捉個正着。官方到而家都冇正式回應，但成件事嘅核心問題就係呢個所謂全自動系統，連最基礎嘅速度限制地圖數據同實時路牌識別都協調唔到。呢種設計失誤就好似你請咗個 AI 管家返屋企，佢話識得自動煮飯，但原來連個電飯煲個開關掣喺邊都唔知，一開火就燒咗你個廚房一樣咁低能。去到呢度，等我做個總結。講真，將人命同法律責任交俾一個連區區路牌都睇唔明嘅系統，仲要收你10幾萬美金升級費，根本係將車主當成免費嘅公開測試員同埋罰款提款機，水魚到極，抵死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，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